讲到奉互上帝对咱得到荣光，请曾牧师。所听的姊妹，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真特别的礼拜。咱有无同款的语言，对无同款的国家来的代表，咱也要伫上帝的面前来认捌。上帝伫圣经内底，伊所想出一个真特别的文字，就是一个多元的语言、多元的文化。咱同心用祈祷来开始。万关的上帝，阮感谢你。对圣经，阮看见上帝你创造天地、创造人类、创造国家、创造社会制度。你想出人类毋是一个统一单一，你想出人类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因为你是一个充满全能的上帝，你是一个万行的上帝，所以伫你有各种多样化、无共款的水。我们恳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亲像主耶稣讲：爸啊，请你荣光你的囝儿，也愿你的荣光，你的囝儿所做的会通荣光你的名。愿天父上帝帮助阮，会通追求一个真正有价值、阁有伟大的生命。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今仔日是咱的教会青年的夏令营的结束。咱每一年伫即个礼拜。咱拢会互青年来举行青年的主日，互青年学习来参与伫礼拜的执行。伫今年陈牧师有甲青年参详来选择即个巴别塔即个故事来做因的主题。为什么？因为今年咱有爱立台湾的青年，因伫咱的中间，因对密苏南来，阁有对韩国来，阁有就是原住民的神山教会南部，也有家己咱本地遮的青年。虽然毋是全世界各种的国家拢伫今仔日的礼拜会当凸显因的文化甲语言，但是因为咱是来自无共款的语言甲国家教会，所以陈牧师经即个巴别塔的故事，即个故事对咱来讲，咱多数的人拢真知影即个故事。这个故事的重要性是，伫上帝创造的故事内底最重要的一个结束，毋是结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巴别塔的故事是记载伫第10章创世纪。创世纪是一个，特别是对第1章到第11章，是一个真歹了解的故事，因为伊会讲起上帝创造万物了后，后来有哪啊有大水。这个故事是记载伫迄个大水结束的事，所以今仔日的故事到底要甲咱讲什么呢？咱的青年因用戏剧来表达因对这个圣经的了解，确实因表达了真清楚。人的骄傲想要做一个象征性的图腾，伫人类追求家己的能力、甲伟大、甲贡献，常常咱看到无共款的国家有起坐无共款的巴别塔。每一个人类想要伟大，嘛拢会安尼追求，讲我心中要有一个荣光我家己的名，这有啥物毋好吗？上帝是安怎遐尼小气？上帝是安怎遐尼小气？伊敢袂看到人好，伊就怨妒吗？各位兄弟，毋是，上帝毋是看袂得人好，嘛毋是看袂得人伟大，毋是。因为这个故事咧讲起上帝创造的主权，愿我会通有较长的时间来甲咱做伙深思这个故事。互我简单来讲，人类有真侪无共款的古早的国家甲文化，但是圣经的故事真要紧，就是对两河流域，就是对伊朗、伊拉克这个绿色的所在，大概就是今仔日的伊拉克的土地；黄色的大概就是伊朗。这个土地对于这个粉红色，一直这三个色的内底，这个土地咱叫做中东。伊基本上伫咱的历史甲地理，咱甲伊称为两河流域、米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所在是一个真肥的所在，因为2条大河灌压过这个土地，所以这个土地伫古早是一个古文明。咱来讲古巴比伦的文化，甲楔形文字。就全世界有4个真要紧的文明，其中一个就是这。
兄弟姊妹，圣经的故事为什么单独用这个所在？我嘛唔知。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第1章甲11章上歹解说的所在。但是拄伫这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叫做阿卡德。阿卡德这个所在就是伫大水，拿阿做大船，伫大水了后，这个阿卡德就是拿阿的3个囝。我唔知恁有看见今仔日出来第一幕就是拿阿带3个囡仔，闪、含因3个囡仔。所以伫这个阿卡德基本上因所讲的话，就是拿阿的囝的言语，所以叫做闪语。伫古早的文字，伊叫做闪语。今仔日这个巴别塔，这个巴别这个字，基本上就是拿阿因当时所讲的话。后来经过10代，拿阿闪的后代，闪的后裔，经过10代，甲咱一个作色的人，伊叫做亚伯拉罕。所以圣经的故事就对这个所在起源。亚伯拉罕通讲，伊嘛是住伫这个阿卡德这个附近，然后才慢慢往东北走，然后对上顶悬的迄个绿色的顶尖迄个所在，才往南走，来到迦南地。这大概就是历史的上帝创造的伊的百姓，伊迁徙移民的所在。今仔日的故事，伊最主要咧讲啥？圣经甲巴别这个字改变做扰乱、混乱，但是这个字基本上伫原本圣经的话，伫拿阿的时阵，因咧讲巴别这个字，介简单的巴，这个巴这个意思就是门，L 后壁这个字尾。其实就是上帝，意思巴别嘛会通讲就是上帝的梦。人类这个故事咧讲起人的本性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天性，人天生有一种追求伟大荣光的本质，所以每一个人拢爱互看见伊的成就，每一个人拢期待伊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原咱对今仔日的故事，咱学到什么种的圣经的信仰的功课？我要甲咱讲，咱通因为上帝，咱通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咱会当活出一个真特别，choose to be great, what is wrong？ 这个故事咧讲起，当人期待真做一个有伟大、有荣光的这种的心愿，安尼讲有啥物唔对？所以巴别塔的故事最重要咧讲的，就是人追求成就、追求伟大，伊的动机甲伊的目的。真重要。一个人的动机若是自私，一个人的目的若是为着家己，这种的伟大就不是上帝看做好的伟大。所以巴别塔伊无否定人才最伟大，通荣光上帝。所以今仔日牧师引用着约翰福音17章对第1节到第6节，基本上兄弟姊妹，我要邀请恁倒去了后，恁若愿意，用安静的心。甲约翰17章规章对头到尾读好了，因为约翰福音17章是耶稣伫最后要离开世间之前，伊为着世间人的祈祷。咱通听到伊伫个所在为着伊的学生所留落的约翰福音17章这段祈祷文，伊为着咱的祝福，对伊的学生到咱。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有讲到一项，伫约翰使徒约翰看做真宝贝。耶稣伊的生命最要紧的特质，就是归荣光给天父上帝。所以，兄弟姊妹，牧师用这2段的故事放做伙，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要互相祝福。愿咱做兄弟姊妹，无看轻咱家己。愿你的囝儿，愿你的囝孙，愿你将来你的囡仔，因会通做一个真有价值的事。Choose to be great， 意思就是真做一个有价值的人。通荣光上帝，若无主耶稣，若无上帝荣光，人的荣耀永远毋是一个完全的荣耀。愿天父上帝的圣神伫今仔日对咱来讲话。我头一个要甲咱来做的思考的就是人的本性。人拢想要赚大钱，人拢要考好的学校，人拢想要开公司，人拢想要伫一个公司、一个制度、一个阶级的中间，真做一个领导者。追求伟大甲荣耀，如果你的动机若是好，上帝祝福；如果你的动机若是毋对，
上帝就该伊扰乱。今仔日个圣经咧讲起，上帝就该扰乱。其实上帝毋是嫉妒，上帝是要互伊的创造成做一个多元的世界。多元的语言后来是为着要传上帝福音到天边海角。今仔个故事毋是结束，今仔个故事一直行过差不多3000年前，2000年来到耶稣的时代时，恁会记得伫新约中间使徒行传有记载，耶稣讲恁就伫耶路撒冷听候，因为圣神要充满恁。恁会记得迄段故事吗？迄段故事咧讲起五旬节圣神充满耶稣的门徒的事。第2章记载这个故事，《使徒行传》第2章，伊讲起当圣神像钱降临伫众人的中间，各人就讲出无共款的腔口，无共款的口音。照着迄个讲法，就是讲无共款国家的语言。然后路加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中间讲，伫当时耶路撒冷有真侪对逐所在来无共款的民族，因感觉奇怪，为什么这群人因所讲咱的母语呢？上帝圣神互耶稣的学生有能力讲无共款的语言，所以多元的文化是上帝创造看做好。咱都要读今仔日这节的圣经，伊伫这个所在创世纪11章。是整个上帝故事的结束。拄则牧师有简单甲咱讲，创世纪第1章甲11章，介简单来讲，伊毋是人类历史，真实实在在历史的记载，毋是。所以经过真侪考古的、遮的研究的圣经学者，因想要拼凑出来，上帝伫圣经的创世纪第1章甲11章所讲这个创造的过程。有人咧想讲，那只大船后来雨停了后，这只船到底留伫什么所在？所以后人全世界拢咧找迄只哪啊的大船。咱拢想要将圣经的故事给拼凑出来，真正人类历史，但是真困难，因为上帝启示互摩西知影，这段创作的故事。基本上，伊是一种神话性，意思就是一种用神圣的语言，用一种信仰上的角度咧讲的历史，毋是人类历史册顶关写的，A、B、C 安尼一步一步，毋是安尼。但是其中这句话，《创世纪11章第4节伊安怎讲？一定骄傲的人，那是一个甲上帝同行的人。伫创世纪第1章甲12章内底讲到2个人，圣经形容讲，因是一个谦卑甲上帝同行的人。其中第一个就是以诺，第2个就是拿阿，与神同行。所以有人咧解说这段话咧讲起，伊的爸爸拿阿是与神同行的人，但是后来伊的子孙变做与神同行。你讲牧师这什么意思？与神同行跟与神同行是共汉字写起来是共款，甲上帝同行，迄个行走的行，伊会当破音字读做啥？行，一行五，一行，意思就是我代替上帝，我甲上帝共款同职业，我要有能力甲上帝做创造者。与神同行跟与神同行，当然圣经无安尼解说，这是咱用以字取字去解说，但是。伊会当真解说讲，伊的老爸是一个谦卑甲上帝同行的拿阿、闪含伊的囝儿孙。后来有一种的骄傲，虽然想要追求伟大，这个动机若毋对，伊最重要的动机，伊是写伫这节的尾啊。伊讲啥物？咱要做一个塔，塔拄天，塔会当通到天顶，会通互普天的拢看到咱。的能力，咱的权柄，其实伫全世界有真侪古早的帝国，因就是做这种的工作。后来，互人类经过几千年，专制君王迄种严苛的政权的统治，人变做君王的奴才甲奴隶。兄弟姊妹，动机若毋对，统一毋是上帝原本的旨意。原来伫伊的面前，咱嘛问咱家己。伫你的心中，敢有一个把扁塔？无的确有哦。
因为有当时咱追求流行，咱追求一个开明，咱追求一个 fashion， 咱甲迄种的流行的甲巴别塔，伫咱的心中直直塔。兄弟姊妹，毋是干那一个社会制度国家。今日这个故事咧讲起，人追求伟大，毋是上帝救助的，毋是，但是动机若毋对。所以牧师伫今仔日要甲恁这青年分享讲，恁已经将这个故事讲了足正确，因为一开始恁讲到骄傲的人是上帝所无欢喜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囡仔，因会当追求安怎甲耶稣基督同款。因为一个人若动机毋对，伊会误用了这文书。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知影人的本性。上帝创造人有各种无同款的文书，有语言的文书，有科学的文书，有文学的文书，有艺术的文书。但是人误用了自由意志，人吃人，人欺负人，后来破坏了社会制度，破坏了上帝人民甲公义的本性。所以，兄弟姊妹，愿咱通过今仔日的故事，咱会当深思，咱追求伟大的过程顶悬，咱敢有误用了上帝所予咱的能力。我感觉秦始皇这个故事真会当甲巴别塔做结合。中国历史中间，大概伫公元200年前到300年前，就是主权的第2世纪、第3世纪，有一个人，伊叫做秦始皇。伫中国文化的过程顶悬有真侪，咱包括咱台湾人，咱拢知影这个故事。伊主张这个国家要统一，所以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伊打败了6个国家，伊周围的国家。后来伊开始取得这个天下的统一。对迄个时阵开始，这个国家中国，因陷入2000几年的专制的制度。我无要论这个国家安尼是对也毋对，但是牧师敢会当请问恁，敢毋是全人类、全世界，伫过去的这几啊千年的中间，敢毋是常常有君王、贵族的这种的制度？巴别塔好亲像就是上帝咧甲人类预言，伊讲毋好误用这种要统一，用这种的权柄，因为这毋是一个上帝起所创造，互人甲人中间是一个和平共存的。所以秦始皇这个故事都会到伫这个巴别塔的过程顶悬，互咱看到一项，人若为着要得到统治别人的权柄，主张统一，其实迄是看轻上帝的主权，因为所有的统治的主权只有伫上帝的手中。愿咱伫今仔日圣经的经文顶悬，咱问咱家己：我为什么想要互人学乐？我为什么要成做一个有路用的人？我为什么要追求一个会当更较有价值的活命？我要如何，互我的生命会当发光？兄弟姊妹，伫约翰福音17章，耶稣讲：爸啊，你所交代我的代志，我拢已经做。愿你的囝手所做的工，通荣光天父上帝你的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邀请咱明白这项道理，因为主耶稣留予咱最重要的祝福就是，毋是巴别塔的荣耀。耶稣讲：被上帝起初所差遣我来进前，我已经甲上帝荣光同在啊！天父上帝将你的荣光搁一摆予我，为什么？因为明仔载耶稣就要面对12个的死刑，伊要带迄个荣光，伊要带迄个勇气、勇敢去行上上帝所予伊的12个的使命。上帝起初所想说的荣耀，早已经伫咱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你若相信生命是上帝所创造，咱爱明白一项事：咱来到这个世间，无一个人是随便清彩彩。咱爱明白，咱来到这个世间有一个真要紧，上帝予咱出世伫这个世间，是为着要荣耀伊家己的名。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知影，上帝毋是怨妒咱，看不得人好，毋是迄个意思。上帝嘛毋是不爱伊所创造的人类，
拿阿甲闪含因的后代，是真做一个伟大的人类甲能力，毋是？上帝知影讲，人若无谦卑敬畏上帝，伊后来伊会真做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统一毋是圣经中间所讲上帝创造的美妙。上帝创造的美妙就亲像彩虹。伊讲大水了后，伫天顶有一个坑，迄个坑是一个图腾，是一个象征。因为迄个坑原本只有是一条光，光是无色的。咱知影，伫上帝所创造的光谱，后来通过科学，咱发现，伫上帝伫宇宙穿透，而且无论是对太阳来，对其他的恒星，咱也知影科学的人，咱知影上帝创造的这个星球的内底有一种的星是星球，叫做恒星，就是定位伫这个宇宙顶端袂叮当的。啊，因本身是一个有新的生命，会发光有热量，迄个光穿透宇宙，伫黑暗的宇宙来到台湾，人看到光是为，因为这个地球顶端外口有空气，空气经过光照过了后，人才看会到光。伫迄个光的中间有无共款，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咧，甲咱讲什么？上帝量身定做创造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的。无人出世来到这个世间一模一样，就算做是上生啊，我甲我的哥哥，嘛无人100%完完全全拢一样。所以，上帝创造毋是统一的世界，上帝创造兼在是一个多元化，英语叫做 diversity， 也是讲 different。ability， 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运数，兄弟，伫你的生命内底看到上帝创造的水，这是你的责任，这嘛是你的功课。你伫你的生命内底看到上帝所创造你的迄个有价值的黄金，你就要知影讲，你是上帝的宝贝。所以一样的语言，一样的百姓，因后来追求统一。统一了后，就变成国王御用，亲像秦始皇，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若捌去中国的西安，你若看去秦始皇做迄个兵马俑河顶的可怕，一个国王用遐尼侪时间、遐尼侪人力，为着伊将来做一个梦，啊，伊死了啊！但是伊阁建立一个迄个阴间的军队，兵马俑就是安尼。这个国家虽然曾经伟大，但是这不是上帝看做好。一直到今仔日，中国嘛也未明白讲，人每一个人的存在，拢是有价值的。所以中国的制度2000几年来，一直到今仔日，还阁是停留伫迄个专制，君王的统治，君王代替神，所以叫伊的囝叫做天子。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会予咱的真理，毋是安尼。愿咱伫主的面前，咱听见上帝伊所做，上帝对亚当创造地上万类。后来，上帝对这个巴别塔开始，上帝差遣拿阿的囝儿，当行全世界，将语言带到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是活伫这种的时代。21世纪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的时代，是伫网络顶端，你看袂到网络遐资讯，但是你享受到网络遐资讯。伫今仔日，全世界学习对方的语言，就亲像咱台湾人咧学英语，为什么？因为当咱学到言语了后，咱有可能会当用这个工具，就去到真无共款的国家，咱会当伫做无共款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的祝福的内底，咱亲像《使徒行传》第2章讲，耶稣的学生因互圣神充满，这个圣神所赏赐因的口才，因就开始讲出无共款的语言。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巴别塔伊的错误无搁再救助咱，但是巴别塔伊的真理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
牧师要甲咱分享上少2个祈祷。第一，甲上帝追求讲，甲上帝讨讲。主啊，互我的囡仔真侪有成就的囡仔，但是伊个成就毋是要荣耀伊家己，因为伫今仔日个所在，圣经等者咱会读到，遮个人因若统一，因今仔所想的代志、所计划的代志，就无人会通甲伊动。好本的圣经讲，上帝就混乱巴别的意思，上帝就混乱伊。其实好本的圣经即个翻译是翻译者家己加起来。伫圣经原文内底并无即句“互人混乱”即个混乱即个字，所以拄则咧思会咧读白话字的圣经的时阵，你若甲比较，等一下恁看到牧师拼凑即个比较2种语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基本上迄毋是讲混乱。上帝所讲的就是，我要设定一个立定界限，因为人若无规矩，因就无节制；人若无规矩，伊就无节制。上帝伫即个巴别塔的故事，最要紧就是要教伊的今日规矩的功课。上帝设定了，互人人类迄种真理的道路通行。所以即条道路巴别，伊毋是混乱，伊是要通到上帝迄条路。所以巴别即个名，拄则牧师甲咱解说，伊叫做巴别 L， 即个意思就是上帝的门，天的门。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恳求你，互我明白你所互我的恩赐无共款。咱的教会的存在，咱每一个人嘛拢有无共款的恩赐。咱的中级嘛，各人拢有无共款的恩赐。有的人有诗会的恩赐，有的人足惊诗会。但是兄弟姊妹，上帝敬咱，毋是敬咱无的，上帝敬咱是敬咱有的。上帝敬咱毋是因为咱的口才，上帝敬咱嘛毋是因为咱的能力，上帝敬咱嘛毋是因为你的经济较好，上帝敬咱是咱有的。你讲牧师，那安尼我有啥？你要去问上帝啊！你有啥？你要去问上帝。有心啦，你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你愿意互上帝用，上帝就用咱，上帝就用你。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春天父上帝的面前，咱来读这段圣经。创世纪11章第6节的后壁段，伊讲：既然因的语言同款，伊来成做一个统一的民族，那安尼，因所计划的代志，即个讲他们所要，即个字叫做 zamam， 即个字的意思就是计划。因所计划要做的代志，就没有不成就，就没有不能够做成功的事情。所以古早有一句话叫做“人定胜天”哇。然后这个人敢会真正会当胜天？人定胜天是一个鼓励人讲，你爱做咱的命运毋是控制伫天，无毋对，某一个程度咱有责任，但是人爱有谦卑。伫这个所在，这个字基本上毋是成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白话字翻译做因所要爱做，就无一项会当禁止。这个原文这个字叫做目差。这个成就也翻做成就也好，翻做禁止也好，这个字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因就无大无小啦。意思就是对于安尼开始就无有围墙，无有界限，上帝甲人都无分别啦。上帝伫因的目睭前顶悬，就无搁再是一个上帝。这句话大概就是意思。一个人心目中若无搁再有尊敬上帝、敬畏上帝、敬天，伊就无大无小。恣意妄为，无分寸。大概这句话圣经是咧讲安尼。今仔这个时代人，因为科学的成就、经济成就，有一部分的人有这种的危机，就是感觉伊上大，伊无搁再有任何通互伊惊吓甲敬畏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论你的成就有偌大，你知影，上帝是为着人类设定一个分寸。迄个分寸是什么？分寸就是天顶的星球，有伫大自然的中间，有一个定位，有上帝的力量伫迄个所在，真和谐的运行。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心若无一个节制的能力，咱的心内若无节制，拄则咧讲迄个犯做成就也好，犯做节制也好，兄弟姊妹，伊简单来讲，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人若无分寸，
人就毋是人。人若无分寸，人就想要爬上天，来甲上帝比较。这个故事就好亲像亚当夏娃听到一个声音，甲伊讲：摕起来食，善恶果，看起来水阁好食。伊讲袂使，因为上帝甲我讲，我袂使食，因为我食我就死。抓到甲伊讲，敢有影安尼讲吗？上帝敢有影讲？上帝惊你比伊较高，上帝惊你有智慧，所以你就知影。上帝讲毋通食的意思，就是讲食了后，你甲我的关系，死的意思就是断绝啦。你就拒绝和上帝甲你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吼。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伊的话会当帮助咱有这种的敬虔的心，讲上帝，无论怎样，我是你所创造的，你伫我的生命中间，你掌管，我愿意将我一生的这种的主权交伫你的手中。上帝为着咱设定有节制，就是要帮助咱伫人类中间会当进入一个shalom平安、生命和谐迄种的定义。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知影，上帝就是上帝，咱无挑衅上帝的主权，咱无为着家己的骄傲来做交过头上帝无欢喜的事。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伫今仔日反省即句话：人怎样会当讲呢？我要做一个塔拄天来荣耀阮家己的名。愿天父上帝将谦卑敬虔的心赏赐互咱，总是无互咱离开这种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通过今仔日这个圣经的八百的意思，就是找到上帝的门，按着上帝行。所以兄弟姊妹，我敢会当问恁，今仔日恁来到教会做礼拜时，恁敢有感觉恁甲上帝伫神的圣神的中间来亲近？愿咱无徛伫门外，愿咱是进入上帝的门的内底。因为伫上帝的门的内底，咱就听到上帝的话。伫这个所在，约翰福音第1章伫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耶稣讲：恁就要认捌上帝是独一真的上帝，恁嘛要认捌伫伊的手中有永远的活命。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荣耀，什么是真正的伟大。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有法度甲你的囡仔讲，什么种的生命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其实近年来这2年的中间，我甲咱讲几个故事嘛，读过几段的经文，其中有一个这个美国的囡仔，恁可能也会记得伊的名，叫做 William Bowden。这个人，这个囡仔是伫一个信仰的家庭大汉的，伊伫细汉就决志，伊的妈妈伫生日的时送伊一本圣经，伊就伫圣经的中间写3句话，伊伫上帝面前讲，毫无保留，主啊，我将我的生命完全献伫你的手中，勇往直前，无怨无悔。伊伫个圣经讲这3句话，恁敢会记迄个故事？我用迄个故事，敢毋是鼓励恁，安怎教你的囡仔活伫上帝祝福的内底？今仔圣经800的故事，耶稣讲了较清楚。伊讲天父上帝，我对你的荣光来，但时间已经到，我嘛要倒转到你的所在，求你用你的荣光充满伫我的内底，互我嘛荣光伫地上，荣光你的名。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用这句话为你的囡仔祈祷，为了咱的教会祈祷。愿咱的教会伫地上发光，这个光是主耶稣基督。愿咱的囡仔为主发光。迄个光是为着上帝去做无人爱做的代志，去做迄个牺牲的代志，去做迄个甲人分享主的听，行到天边海角的所在。愿上帝祝福咱，互恁的囡仔。我嘛要甲恁讲，这来中间有一个是你的囡仔，这礼拜牧师、陈牧师，阮拢真欢喜。这阵的囡仔，甲以前的表现有进步。因伫宴会中间尽心尽力，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是人人侍奉的教会。
毋是牧师甲中级侍奉，是人人侍奉的教会。每一个人拢有机会通荣耀上帝。咱毋是要做巴别塔，荣耀得当教会这个名，毋是。咱是要做一个门，就是巴别，这个门要带人到上帝的所在，好无？互得当教会成做上帝的门，互人会当伫这个门看到上帝伫圣殿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对一个小小的民族，对拿阿后来到阿伯拉罕，后来阿伯拉罕到12个支派，约瑟、雅各因到后来，就成做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成做一个行上帝的道路，嘛引带人进入上帝的门的教会，成做引带人行上帝道路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兄弟，你找到这个门啊吗？巴别塔毋是混乱，上帝要将新的文字、新的语言，要为咱开这个门。主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主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所听兄弟姊妹，愿主甲你拍开这个门，甲你讲。入来，我所听的囝，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的青年伫今年的夏令营，愿你祝福因认真的态度。就是今仔日的青年主日，阮的囡仔伫这个所在讲一个故事。主，你是将这个故事的错误变做祝福。主，你是将人的骄傲变做谦卑；主，你是一个将混乱变做门；主，你伫今仔日的时间，通过这个戏剧，你要甲阮的囡仔讲话，互因明白，上帝是一个改变错误、真侪应允、差遣、甲祝福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同心领受，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继续将你圣经活命的话讲互阮听。互阮设定了应该有的界限，用你的话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互阮有规有矩有规矩，做代志有分寸有节制。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活伫你的真理甲道路顶悬。同心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